差不多搁3个月烧着行了啊，咱好花欠钱，啊，规家伙啊，做伙去泰国耍好无？袂用急啦，妈惊悬，唔敢坐飞轮机。对吼，无安尼，你看，澳门啥款，有水无？水呢？我袂用急，遐胶条伤济，百一定会了落啦。那无，我囡仔我嘛袂歹啊，会当坐游轮去，伫咧船顶耍哦，看表演，一下就到啊，嘛算是出国啊。袂歹呢，听讲迄游轮顶有真侪通好耍的，是讲安尼，我钱咧准备较济，听讲迄囡仔票嘛无俗的，目标就大你家，安尼好无？歹势吼，囡仔，我囡仔到即嘛嘛无一票，想遐远啊。谁讲囡仔无一片？我念名也配合你。害羞啊！敢若遐个真实。你若是搁继续安尼困落去，我就要插你啊！
来到沙冈啦。嗯。安尼做，计有敢有试过啊？敢若遐试过了尔。奇怪啊！啊，你阿手爷都讲安尼试起有效的试过来啊。嘛是讲你做的时阵无够认真啊？冰箱阁有做2项豆啊，我去冲回去食。我意是啥意思？当然要伫遐饲狗，迄人无肥吼，去肥着狗。啊，这领衫毋是你顶工穿你后头出的？对啊，安怎？经换掉，摕去现人，今日第7天啊，到期啊。好。妈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参详呢。啥？几落补助要到期啊，我想讲出去找头路。那你干何啥要顾哈？我做线干有啥无好？迄时间自由哦，啊，阁无负担。虽然讲薪水有较少，啊，毋过免请人顾建好啊。不过，而且你偌久无上班啊？啊，之前你讲去樱桃路麻烦洗面，就算讲你上班，嘛无法度赔恁爸遐2000万债务，啊，阁有赔偿金嘛。我是好啊啦。这杯哦，真朋友计好啉啦。好。无落腰啊！生鸡卵无放鸡屎，有我靠腰你上高啦。安尼我有代志，咱继续来看这几档台湾热人一档比一档较热。顶个月台北甚至出现38.9度的极端高温，国家灾防中心预估未来20到40档，台北平均每5档就会出现一届40度以上的高温，所以请民众要爱特别注意防护摄影。天气这么热，尽量避免出门。美莲啊，迄天气吼愈来愈热啦，爱记你定定甲建好冰箱，还是讲洗身躯，啊若无吼洗湿枕啦，还是讲地床，啊就麻烦哦。好。更好，食饭啊！哎呦！有爽快无？手开开。
看台中有一个51岁姓钟的查某人，伊甲厝细互人，逐个月有几10万的厝税强收，无想到讲伊煞暗砍，伊是厝头家的身份，向台中像这种人啦，哎，咱这哦真正需要补助的，拢摕无钱。这款哦，就是小贪啦，已经遮尼好，也佫嫌无够。如果是红豆饼哦，红豆饼食2礼拜啊，你要糖尿病啊，你知影？较少较少的啦。你若无想要食，就好啊，甲我做生意。一工卖无甲300块，做啥物生意？敢会晓讲啦？讲一语长长啦。哎，拜托咧，我嘛就认真拍拼的好无？阿扁你的头啦，亲像顶届啦，叫你去做外送，有够笑亏，物件共送甲无去，做啥败啥，无路用的骹笑。起来啦！哎呦，顶届迄个外送，迄是因为我好多摆后免斗。找理由，免找理由。哎，食吃的啦，啊食完吼，迄歹通顾下去整理者。下晡哦，基金会陈先生要来访讯呢，爱互人好印象啦。我就问下吼，啊，你申请的是啥物补助啊？啊，就迄清寒家庭事务人才好补助啦。通过审查，每个月咱厝内底就加2万呢。对啊，就是为着迄2万嘛，对无？哎，我问你啦，我若整理又好势，安尼看起来厝内底就无清寒啊，对无？哎，感觉吼，这衫哦，加拄开的空啊，安尼看起来搁较散清，无代表补助会领较侪呢。好，安尼哦，无贵气啦，来，你这碗芳咧。啊，继续去食，你去个家顶安尼洗一下啦。啊，若底满满当下吼，你明仔载菜钱就有啊啦。嘿，安尼个嘛是有理哦。我安尼啦，你较先去食啦，你搁穿小布来，你先。口大胆，你讲我先去食，搁穿小布，你就赔你钱，你家己省个布。快算。哎，便所伊扫扫啦，下晡陈先生吼来可能用得着啊。好，好啦，啊你紧食咧，真正有够慢呢哈。啊，若食无完哦，明仔载继续食吼。迄冰箱下站食完，冷冻库还阁真济咧。你3顿加宵夜，9食完。安怎？生理是你讲要做的啦。为迄麻糍啊，袂甲蛋挞，啊，为淡淡的幸福，袂甲这满满红豆饼哦。哎呦，拜托的啦，莫搁一直细念嘛，好无啦。迄是你一工无互念吼，赔咧上啦，欠电。听到迄叫出来啊！我店主是啥灾？啊，这个月薪水。你家己有留淡薄啊规工啊，迄遐是遐着我薪水啊，这的钱哦，你先摕去现爸的烧。拢怪恁老爸啦，害你这么忝。咱是一家伙啊，爸嘛是想要趁钱啊。这愈想要趁哦，了愈济。你哦，敢会替恁老爸讲话？讲安尼，我嘛有替你想。我是想讲哦，等遐个钱拢用了，我着带你出国去耍，咱坐游轮去Okinawa。
安怎？变数愈完吼，我有看到迄态度遐垃圾嘛愈的啦。哦，啊，整理完吼，去甲建宏换一件衫，互陈先生知讲恁是偌用心伫照顾伊。我好啦，紧去啦。你是要找啥啦？哎，我给你倒车无哈？唔免唔免，诶，你找碟啊是要创？爱用啊，要创啥？爱啥？哈？啊，我这吼专工买倒来互你用的啦。这日本进口的高级货，我摆大时阵看到，人用一届哦，就甲摕出来当作二手在卖。我甲头家价台150块。头家讲哦，这咱有金马放火山哦，各种通货咯。来，我甲你试看卖。哎呦，免，甲你气都袂通，要去通别人贿赂，要笑死啦！卖安尼咯，卖你嘛有一波摊嘛。哎呦，啊人凊彩讲你凊彩是，哎呀，莫烦啦。啊，摕建有房间有用啦。啊，这人都已经变成安尼啊，用这敢唔好哟？变安怎啊？啊，好像毋是你咧顾啊，啊嘛无开你1仙钱，啊，叫你摕这俩零互恁后生用，洗念是咧洗啥啦？无啊，我就知影你辛苦专工买底互你用的啊。猜你1箍斤啦，啊你知影甲建豪等我顾，哈，啊无少问的吼。为建豪出代志，到即嘛，你只去房间来看几摆？啊，讲袂出来哦。真正毋知你咧惊啥呢？提入去啦。哦啦。建豪啊，厝内底吼，会坎的，我安尼继续拖落去啊，你当买车哦，你就找我啦。爸，你哪徛伫遮？哎，美莲，来，这有你哦，摕去互建豪用哈。
嘿，我明仔载要出会，你莫甲我缀歹啊！缀歹我找你创小。哦。哎。哎。哎，陈先是今日当时来啊2点到啦。哎呀，你去出去做生意，你莫踮厝乱啦。变啦！因为我看我是留落来啊，甲陈先伊小搬哪去？哎呦，你走去别位，莫踮这，哎呦，莫踮这垫地啦！啊，实在吼，我毋知带你转来创啥呢，有够麻烦呢。你敢知影？我即马厝内底无钱，都爱搁饲你呢哈！出去！你嘛莫安尼，一工哦才有食一顿尔。哦，你真好心哦！你若真好心哦，以后你的饭拢会食吼，哈。免，你看，即摆去饲到安尼肥嘟嘟啦，会当聊来补档啊。OK， 来，乖哈。好啦，坐掉，你出去做生意啦。拜托。哎，美莲啊，物件传诶，我要来摆档啊。对啦。我要来找哦。知影要做生意啊？哦，啊，好家在迄见都无参像你，人安尼做代志，认真，佮有责任感。一感觉咱遐济话通讲，咱遐济话通念，真正是，这尔爱念啊！当多是你也饲袂落来哦，啊！你也搞，摆摊你也我去，拢叫我去，真正是，什么事拢会当念。哎。我是。到底是当时要付啊？卖杀了。高先生，阮弟弟的赔偿金当时要付啊，阮已经互你分期付款啊，你逐个月拖什么意思啦？高先生啊，卖安尼，最近哦生意就歹做啊，手头就暗呢，啊，阮吼参厝事都立袂出来啊。是啦，搁阮一点仔时间吼。阮后生4年补助后礼拜就落来，是摕到钱就含伊啦。高先生，你嘛了解下阮兜的情形嘛，对吧？大家平平拢艰苦人。上个你共款是艰苦人啊，是恁家精神无好，开车去弄去阮小弟嘞。阮地府啊，做咩一个人传2个囡仔，一个3岁，一个5岁，做咩是靠保险金、赔偿金你过日子啊？你逐个拢找无共个，你原来一直拖，你是要嫁要过日子啊？歹势啦，阮知影伊辛苦。毋过阮嘛无偌好过啊！阮后生哦，到我嘞啦，无像阮小弟叫恁囝弄死，弄到连面都认袂出来啦。到底面层袂顶袂当，搁会人讲是倒位好啦，鬼气死死啦！你讲什么意思啊？你讲，安怎无用了？啊！你讲，一礼拜我来摕钱哦，莫怪我无你面子哦，到时我老兄弟来啊！你先歹声啊！我甲你讲啦，爱钱无爱命一条啦，阮后生半条命无够赔，用我命去赌啦！你讲啥？你哦，你假无看就好啊，硬要出头。你即马咧讲啥？啊，你啥？你是阮水某呢，替你互人扇一个喙皮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
我甲你讲，我是误会啊。那我你别真正甲扒落去啦。我唔得真教哈。哎，话唔是安尼讲，无人讨钱安尼讨的啦，对无？我够怕伊在讲事。当地拢来好好讲嘛。以后我拿来，我真正对无去。你哦，顶摆嘛是安尼讲，当早才搞遮大声。我哪有啊？妈，是安怎啦？建豪无开啊！哎呦，你搁坐点遮创啥啦？姊妹啦，紧紧要看慢啦！叫护车，叫护车，紧叫护车啦！打电话啊！紧打电话啊！我跟你讲，阮老爸吼，佮动嘛无几工啊。啊，你毋知影我刷来人生的计划是啥？我跟你讲，阮老爸的基金会继续开，安尼我有钱就能继续赚，对无？啊，我甲病院通知啊，但是有啥物任何阮老爸的状况，第一时间来甲我讲，安尼伊的遗产就是我的啊，对无？啊，刷来，我会摕几百万啊，阮厝里咧。甲伊离婚，上重要来啊！我会甲你日本做伙生活。一定是大件事。喂，啥？车的贷款，你也无将我挂掉了。妈，今晚要安怎？无走，肯定无走，伊要换掉咧，伊要换掉咧，才法度摕到补助。经过这个方式吼，就当摕到补助还钱啊，对无？去甲恁叫，开个上叫，紧紧哎呦，比如伊琴晚你即摆开啥物恁气？你笑哎哟你！即摆是为着趁钱呢，伫遮抓着无当的臭我气啦气啦！妈，你是咋了啦？你袂当利用更好来摕补助啦？什么利用哈？伊人走啊，你对做生意嘛无法度换过来。咱换掉的人，想办法继续换落去啊！你去哪里创啊？哎呦，你唔只会当看味啦！阿爸不要来啊！啊？爸，你去摕塑胶布，爱大地，快紧个！塑胶布，好。我知嘛，我知。安尼我问你，你敢知影我今仔日的计划是啥？今仔日我的计划就是，即摆这是最后一天啊！我拜访了，我来打电话甲阮某讲，我想要好好陪阮老爸最后的日子，所以我要大病。刷来咧，我就出来领导，红一开，我来甲你杀掉。哎，了解啊。啊，是啊。你讲问题嘛，我哋要认真食听，哦，现在啊，我当然知影嘛，准备5摆档，好，对，还有5个。下来有下来，啊无，我来甲你斗。啊个，加猪肉加腿啊，快紧个！好，塑胶布来，来，这交给伊啊！阿爸要扛起来，我去摕物件。你别紧张了，好，紧来，我来。好，我来啊！摕起来。你送啊？刷牙。你是要送啊？你咧冰架顶悬会当甲温度降低啦。哦，这个较袂臭。好，扛起来。
佮洗一摆。我知。有较贵，我来，我来。哎呦，要紧无啦？哎呦，拍水，来，我来整理。我来。姐你卖管啦，今日斗相共啦，哈？才互你整理哦。你跟我出来开门啦。你紧整理啊！我整理，我先揢一个衫者。你这花就中啥啦？哎呦，来，进来，我来。哦，这把暗死啦！哎呀啦！哎呦，拿钱。哦，进来。时间差不多啊，我要来做工课啊。到你遐应该15分钟啦。好，我去敲你。好，再见。我家己来。你别紧张啦，你弄坏他，你搞我头毛弄好啦。啥啦？哎呦，真正是生家人无放家屎有呢。好，他们爷爷好。哎呦，后壁啦。友爱基金会你好，我是陈先生。蓝色洗掉。你好。歹势呢，拄则安尼，互你5口等啊顾着，都因为吼，阮咧体检互西营区啦，无听到你试电铃声。要紧啊！但是哇，你足专业的。这是。哦，这，我冇伫咧厝内底哦，做为代工啦哈，一对赚20块。辛苦啊！不，你辛苦。这问许建和。我等下。我讲。我摕红豆饼互你食好无？阮翁家己做的红豆饼是足好食的。对。你稍等一下吼。你遐坐者哦。麻烦啊。别。这好。哎呦，你未整理完咯哈，动作要较紧的哈。你送你。为什么送我这啊？莲子，美莲生子。是什么子啊？是你这颗白蜡子。垃圾我嘛袂生。等生，来红豆饼来食看卖吼。谢。你的口味无吼？感谢。哇，哎呦，恁兜嘛有饲狗啊？是啦，都见好出代志进前捡回来，出代志以后，阮哦嘛唔甘甲伊等店呢。对。伊叫什么名？来有。
来，好去啦。无啦，平常时你就狗啊凊这个伊买过来啊。是啦，你袂当食哦，这甜的袂当食。咱先生，啊你嘛介意狗啊？哦，哎，是啊，我拄着狗仔拢做介意我这有狗仔缘的。你就叫有爱心的啊。你因为谁有爱超市啊？有啊，哦，恁兜的超市的物件哦，水果甜啊，搁青啦。超市甲基金会是无共的，这间毋是阮兜的。哟，哎，哎呀，怪怪啦，迄物件咧贵松松，哪有法度买啦？我去吼，拢去踅踅啦。除非讲有想买，我才买得起啦。啊对，我想恁应该知影我今仔日为什么会来啦。因为我有收到恁填写的这个清寒家庭植物人照护补助申请书。顶一摆哦，我同事甲医生有来看过酷生的状况。我今仔日专工来是替伊补一下庭书，做一下记录。啊，看了之后呢，拜访了呢，请恁填写这个资料。哦，啊，这阮送回去，我想应该就无问题啊。哦，是。这内底冰的，新烤味啊！对哦，我发明的。哎呦，你这个想法袂歹呢。因为你把这个冰火菠萝的概念吼，放伫咧红豆饼顶管，这食起来口感袂歹呢。安尼哦，来，给食一口。不，食一粒都有够啊！谢谢，好食。袂歹。伫咧开始之前吼，我是跟你说明一下。等一个我咧看的时阵，拢会录影吼。怎样？拢完了啦。阮只毋过是把这个环境记录落来，吼，表示讲哦，你有合这个资格，啊无吼，阮去有人用厝里吼一看，迄拢做骗的，你怪的呢？迄植物人拢是真的，拢是假的。阮这真正袂顶袂当呢。是啦，应该录影，安尼对于大家拢较公平啦，吼。是啊。免烦恼啦，哦，莫误会，哈。不，我不是误会，啊，你阮兜的人正正当当、清清白白啊，啊，无讲白炒，无讲生球，这哎呀，无你烦恼伊啦。好，安尼阮就为厨房开始。好，无问题啦。好来。即马即个今仔日的时间吼，是即个民国113年8月22号，个案是许建和先生。一个画面当中看到这是伊的爸爸，这是伊的妈妈。个案所申请的是即个清寒家庭植物人照护专案。即马阮即个环境哦，阮为厨房开始，吼。扣知影是变怎？哎呦，头拢洗啊，我天嘛袂用你啦。经过一届吼，一逐个月有2万块，今年有24万呢。先生较细致哦，啊，这吼后壁有较乱啦吼。走开！啊，请。已经啊啦，便嫂啦，你靠边。煮食拢伫遮啦，红豆嘛是伫遮煮啦。哦，袂啊，歹势，我接一下电话啊。喂？人走啊？什么人走？没代志。打电话。好，我今摆咧做工课，我等下敲你。好。赶紧快！快。
但是你是安怎？我来请。啊，见到伫倒位？我来甲拍一下招呼，我就通来走。别！哎呦，阿姨即摆都变咖呢，你家拍招呼，伊嘛是看无啊。你甲艾小姐别插你啊啦。哦，这恁都唔知啊！41%的植物人啊，其实拢是有感觉的，因通感觉到这个环境的变化。这是比利时的神经内科学家 Steven Robles 讲的。你们讲啥？我头讲啥？就这讲啥 ？Steve， 我头讲啥？啊，辉哩见到你倒位啊？刚新妇吼，伫咧房间啦。啊你去米店通知一下啦。不是稍等下哦。好。米莲呐，等阵时吼，要入去看见号哦。哎，要入去啊！我要入去啊！要开门入去啊！啊！你讲了无唔对啦，是无人嘛是有感觉啦。歹势啦，都甲因讲啊，迄基金会吼，下晡要来访视，要做这款代志，我已经时间，少年人吼，较匆忙啦。对啦，我少年时嘛是安尼，想到你要来。邓先生啊，你嘛是少年人，你应该有经验嘛？是啊。陈先生，你看卖，还阁有倒位爱写哈？陈先生，这个帮我写一下。哦。
我拢写完啊。等先生，你才搁检查看卖吼。阮兜有较热啦，啊，你有水我来给你添一杯。嗯。歹势，我接一下电话。你无用，你无用啊！安怎？我知啦，嘿，你家兄弟看看嘞，过两工啊，来甲阿爸办后事，吼。邓先生，啊，你爸过身吼？嘿喏。我无歹意思啦吼，我只是关心，唉，安尼你一定足伤心的吼。伤心是伤心嘛，啊，不过活的人嘛是爱继续生活。对，这活的人较重要。是讲，厝内底骹手有够无？什么意思啊？无啦，阮某吼照会记抓年会啦。不管是往生年会、寿星年会、高转年会，还是大啤酒年会哦，伊拢会晓记啦。平淡的交情哦，你若甲阮买哦，我算你较熟的。啊，不过你唔通甲别人讲哦，只有你才有拍照。我是基督教。是你家哦，伊嘛晓记啦。啊，只要是纸的物件，伊拢会晓记。先生，水该停来啦。啊，我另外泡一碗面茶，阮亲家送的，啊，你来试看卖吼。歹势啦，来恁车咧，伊咧食物件。哎呀，免歹势啦，你尽量食啦。多谢。哦，内底是好阿妹啊。我嘛。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来看卖，哦，我来看卖。美莲啊，阿母吼，即马要开门入去看卖哦吼。等下哦。什么代志喊大声？给我阳棍。哎呦，那样那的，他没安怎？没安怎？邓先生，你莫看阮见欢的哦，倒伫遐袂顶袂动哦，伊嘛真拍拼要活落来，你知影？我听得出来。哎呀，要袂啦，我爱摕一款物件吼，去甲清理一下吼。啊，恁搁开讲，对啦，这无意思哦，爱小清清的啦，若无话要念念修修吼，太过难咯，对不？是啊。哎呀，是讲哦，即摆恁做这红豆饼啊，生意是啥款？哎，这是要安怎讲？即摆时机就歹歹啊，是当安怎啦？规家伙啊，拢靠我食笑。今仔日哦，是因为你要来，我才留伫厝内底，是讲哦，规家伙拢伫个哦，互你啊了解状况。你有心啊？这应该。其实哦，恁免这麻烦，规家伙啊拢伫个，主要负责的照顾者伫个吼，会当甲我说明，安尼就会用食。枕头吼，先该贴较悬的。较悬，好。妈，你会晓画图哦？你较早的代志啊啦。阿嬷吼，搁甲我画莲花挂咧佛堂呢。这件吼，应该是种着我，唱嘛真卡。
伊小孩时阵哦，是足够画图的，连咧手工艺，老师哦嘛足学老的。那安尼，你为虾米无继续画啊？就为恁阿爸石头路做生意开始啊，做啥就了啥，日子是愈来愈歹过啊。啊，当是要顾腹肚，还是顾辅助，哪法度继续的？画了真好呢，艺术建行，跟我咧同款。是啊，可能是搁画掉。陈先生较有耐性的，啊，大家哦，白白查甫人小体谅一下嘛，吼。可真正足久的呢。已经整理好势啊，会当入味啊啦。哦，行。有处理好势啊。无问题啦，拢好啊。哦。你来啦，这基金会的陈先生啦，这阮新妇。辛苦啊！哈。对。啊，陈先生，你看。哦，我买足侪营养品哦，更好。啊，搁有迄个看护珠啊、淡纸巾啦、尿珠啊，用过都拢爱断掉啊。哦，是足开钱的，迄买起来吼，拢几啊万块呢。阮哦，若无基金会帮助，真正是哦，生活挡袂落。来喘气啊！这房间真芳呢。对啊，我气啊！我着惊就煮啊，伊味伤重，逐工吼拢休一寡芳水啦。哦，无怪是安尼哦。我咧想，你应该是上主要的照顾者啦。是我。啊，你平常时间有咧做啥物记录啊？啥货？哦，有啊，我摕互你看。来，我甲翕起来吼。这本啊。来。这是伊平常时食的物件，食。哦，食。哦，食。一天5顿安尼，拢有配合病医讲的，爱有菜、有肉、有米、甲卵，搁有这高蛋白粉啊。你对恁翁真好，伫咧特别需要体力的时阵，阁会当一天6顿吼。无啦。陈先生啊，我哦有一足惊阮建会生意地窗呢，所以哦，我特别交代阮新妇哦，伫咧照顾上，都爱安尼注意啊，较细致咧。所以，阮就定定摕衫，爱甲伊调个起，互伊吼会当较通风咧。啊，唔难的哦，冷气都嘛开掉。陈先生。安怎？啊，搁有这。啊。这记录最重要的，一定要翕起来。来，我给你。记到遮详细，袂歹，专业的嘛，无你遮用心啦。对啦，讲相片要看无？啊，相片就免啦。我敢会当看一下伊的脚趾片，我足好奇恁是安怎做的。看一下。歹势，我接一下电话。喂，嘿，我知影伊已经走啊啦。啊，因叫是我唔知呢。你豆豆讲唔要紧，好。因哪安尼对我？
因真正是就好打的咧。绝对别当因，不要紧，我处理。好。拢一定到最后啊！真正是歹势，有一个家庭常常出状况，我要随挂过，吼，歹势。进去，这里去，这里去。啊，无我就你遐来啦。别来。不，不是，哎，你来，你就麻烦啦。系啦。哦，无我看心情你安怎，我甲恁讲，好不好？拜托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是，麻烦你哦。歹势啦，歹势，别啦，没你讲。哦，真正是歹势。哦，去，歹势啦，我要先来走啦，哦。这一下。找买人就找一世人啦，做啥物代志拢带使啦，做啥物代生意拢袂成功，哼，无拼阁无代志，真正是浪费时间无才工。看，拢你啦哈，一刚刚唔知想要做生意做大头家哈？为什么鸡卵糕、咸水鸡哈、珍珠奶茶，佮什么创意鸡卵羹？笑死人！无趁着钱，佮欠一堆笑。你做啥物代志先讲啊？啊有啦！你这世人唯一成功，伊就是娶着我生建豪这后生啦哈！啊结果嘞，一个好花囝不甲死，迄就是因为吼，你一刚刚小想要做大头家啦。因爸吼，这世人上失败啊，就是娶着你啦。你是讲啥哈？恁爸啊，这世人上失败就娶着你啦。迄当阵哦，你爸朋友请我去大陆做生意，伊讲哦风险伤大啦，吼，叫我莫去啦。你迄时阵若互我去拼者，我甲你讲，你要早就好呀咧，规个伙带别走啦，那就困在绕所在。你反倒等来怪我啊！我要怪啥？你啊，你不但朋友是当做啥物大生意？什么啦？你不知道啦？哈！你还替人出宝，红做大生意，啊结果咧，人走路啊啦，债务拢你歹。哎，一头老躯的笑，都要恁后生替你还，还阁变怎安尼哦？你读较低屎啦，要做啥物大头家哈？无迄个命啦！我去，我去你家互整理一下。是整理啥？人拢无去，也是整理啥哈？甲带去干掉啦！喂，你嘛是共款啦，无小奶奶的命，建豪拢无去后，你够心情你还饲狗？狗无脸，无咩代志啦，甲我点去，甲我抱去干掉！你敢甲我应嘴？你卖！你放手！你嘛安莫安尼啦？是建豪留互我的，伊就是我甲建豪的囡仔。你若遮尔要紧建豪，这李延怎是啥哈？拢要李延啊！你还有面讲建豪哦？是建豪爱我签的，伊3年前就叫我签啊！知影，伊伫招协会替人做保，连厝拢无啊！伊就想讲替你买转来，结果你一讲到我想要做生意，只是愈欠愈济。我讲想要家己幸福亲，弟也拼，妹也拼，做3份工，听到厝社会才会变成安尼。我已经足顿论啊！我无叫恁甲阮我幸福啊！
就叫你害死的。伊照顾静静，就想要甲我离婚啊。伊讲伊无想要拖累我，伊讲这个家己是一个无底深坑啊。加上踮伫遮，只会愈来愈害。你都应该甲伊跳只落巴变成安尼啊！你讲想要安怎？哈？你讲想要安怎？啊，搁有你，你搁一直利用伊提补助趁钱，等婚礼变是妇人啊，都无要放伊线，我一点仔尊严拢无。无钱爱啥物尊严？你敢讲用建豪的钱摕来买菜，一嘴拢无食。爸，咱两个真久无抬杠安尼。你会继续要向豆饼哦。全世界，你做的红豆饼上好食。你会继续卖哦。爸爸无再跳啦，我不要做生意，做一行了一行。我根本哦，就一世人口角。搁去害着你，我真正无这个面看你。爸，我知影，只要你愿意用心去做，无啥物代志做袂到的。我相信你，会加油哦。多谢啊。啊，见到镜头咧。啊，你有看到见到镜头无啦？啊，紧倒吹啦！若无你后生死无全死哦。哎呦，我嘛来倒吹啦。
好啦好啦，紧找啊！无啊，厝内底遮尔乱，这是要安怎找啦？正正叫你甲物件，你看我好势拢唔听啦。好啊，莫讲话啦，较认真找啦。等，主角，等下是毋是徛遐？对无？看到伊的手，就安尼嗨起来。你啊！这里，来，来，我心痛死啊！来，这边。靠腰。哦，你哦，加搞啦，摕椅仔来互我徛就好啊，就安尼甲我卷起来。哎呀，讲迄，哎呀，只要我愿意用心去做，无啥物代志做袂到的啦。福气毋是超过伊的啦，你莫甲伊生气哦。我等你等3年呢，每一年哦，拢甲家己讲，搁等一年，毋会离你细的时阵，就会醒过来。想到这届，你无钱就准拄煞。既然好，辛苦啊！决定要甲建豪穿啥物衫哦？我想要变好我一束，一束好啦，一束好。为建豪因头路，甲你相亲，啊，佮甲你结婚。拢是穿这束西装，呀，拢是这束呢。
经来到3工，迄身躯定酷足歹穿衫呢。好啦，我知啦。来，我来替穿裤吼。建华啊，爸爸吼要替你穿裤啊吼，哎，放较软的吼，互爸爸较好穿哦。哎，虽然讲人走啊，裤嘛是爱穿，对无？你无穿裤，这敢会看的。哎，你这摆是咧报仇的哦。恁后生就是报仇啦，无负责任的老爸。哦，哎，我你报仇一届啦。哦，来，请过，哎，哦。更好。又困好。你嘛熬较认真，熬较水，熬食拢要会更好呢。你这个较圆者吼，来，妈，哦，你等下边，你坐落，坐较过啦。哦，你先说来打哦，我甲你讲。先摕一张纸哦，来对拗，对拗了后。甲天落开，这边凹来中线只，再去甲对凹过来。凹些时阵吼，就哪凹哪念南无阿弥陀佛，非常见好的啦。好，恁爸爸用，来，甲凹一个敢若小耳朵嘞，那个提环，甲头拄安尼共款，甲凹来中只。安尼吼，拢甲凹完吼。好。安尼啊，安尼就真水哈。
中间落出三完满了后，你若是要走，你就走啦。这礼拜有今年入秋以来头一阵的东北季风，气象专家表示讲，有3个地区会落雨，天气会较凉凉，民众要出门就要特别注意。水母啊，你将迄个冰酒内底哦，迄个牛奶甲提出来。牛奶哦。嘿啊，来，这我试做新口味哦，加两个加cheese。哦。你食看觅，食看你觅。一天敢唔敢咧想空想芳哈？实实在在做生意敢唔好？啊有啦，我即马吼已经做到袂歹啊！你看，以前吼一工吼卖300块啦，即马吼一工吼600啦。我若继续安落去哦，我真正会当开家庭，收家民金，一个买遐面糊，一个吼甲内底无共款的鸭就好啊咧。哦，啊唔得好棒棒的。当然啦。好啦好啦好啦。对，你甲我试看觅。啊你咧？我家己做，我唔敢食。
传来一阵红